冇諗過呢個比賽咁快50年。我都玩咗19年啦，即係有機會可以同到外隊去比拼下。唔止撐龍舟，扮嘢大賽都超好玩。第一屆就係周間外邊嗰度避風塘，譚公廟嗰邊就終點射。啲移民爬龍舟係特別氣力會好啲。我哋嗰個爬龍船都幾特別㗎，即係個個腰尾一定要高，嗰啲水花好犀利嘅。有比賽，當然係想攞個冠軍翻嚟啦。決賽嗰日朝頭早，咦個颱風嚟咯，照常咁比賽，跟住就攞咗第2咯，就係呢個牌啦。上年呢，我個隊伍呢都有參加扮嘢大賽啦。咁我上年就扮咗呢個孫悟空同埋哪吒，啲途人啊、遊客咁樣呢，佢哋都會截住我，希望同我哋影相。咁最後尾攞到冠軍都真係好開心。咁我哋呢個世代呢，就中意用 emoji 講説話嘅，咁我就揀咗呢個啦，睇下你哋會揀邊個？我就會揀呢個啦，呢個好似喺爬緊比賽嘅時候啲浪咁樣，即係好驚濤駭浪嘅。我揀咧都係揀翻龍舟，因為我60年代開始爬龍舟，76年搞第一屆，而家去到50年啦。你話幾快啊？希望有啲後生係傳承落嚟，咁呢個傳統文化會繼續落去。今年約定你。